苗栗公馆是全台湾福菜最大的产地，有福菜之乡的美名。福菜其实是芥菜的加工品，而客家人呢就将它制作成酸菜福菜，还有梅干菜。公馆乡所生产的福菜品质优良，在这边呢借由行销福菜推广观光。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带您来了解。路旁醒目的路标大瓮上头写着福菜之乡，这里是苗栗公馆乡，更是全国客家庄最大的福菜产地，年产量高达180万台斤。福菜其实就是芥菜，但现在农田是绿油油的稻作，芥菜必须要等到2期稻作收割之后，大约是10月天才能够开始栽种。种植前的空档，农民们就利用夏天把去年制作好的福菜晒干，成为梅干菜。晒梅干菜哦，讲哈，哦，懂耶了哈。这要晒2天，对，因为梅干菜是算晒的比较干的，对。福菜则不像梅干菜是全部干燥的，它带点湿润，必须要真空密封包装。有50年历史的福菜加工厂，业者用心行销传统福菜，古早味的福菜加上精美设计包装，就成了特别的伴手礼。这个包装是传承以前我们那个去市场买东西用报纸包着就拎着回家的那种理念去做设计出来的。业者更看准了商机，打算把自家的福菜加工厂变成观光工厂。我们腌的时候就是有搓螺。那晒的时候就是有晒好了之后就是有采桶子，那采完之后我们就有挤，那我们现在有新盖的一个厂房，就是我们以后会有轻体验，你可以报名来做 DIY 的体验。2011年开始，公馆乡每年举办福菜文化节，千人采福菜的活动，民众亲自体验制作福菜的过程，更加了解了客家文化，也带动当地观光，创造了3000万的产值。利用新鲜的芥菜制作的腌福菜，公馆福菜品质优良，借由行销客家特色产业，农产结合观光，带动了公馆乡的整体发展。晚秋的稻田里，芥菜替大地换新装。采收后的腌制曝晒，福菜之乡完整保留清香。福菜的提味、梅干的后劲，自制观光、行销推广，完整客家味的感动时刻。